这只跳出来讲价比特犬叫做 Lucky， 伊未来要何去何从呢？这动保法是有规定哦，讲这动物对公共安全有随发生的危险，或者是收容动物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，会当改别掉。不过农业部是表示讲，也是要经过专家的评估，才有法度来判断讲，伊敢是会当改变。那准无法度改变，也来要来看讲，敢要进行针对处理。3年多前，伫台南安平查获154只走私品种猫，全部安乐死，引起争议。因过徛伫防疫，农政单位表示不得已安尼做。即摆台北市比特犬 Lucky 两摆跳车窗咬人，也有人讨论敢是要安乐死。农业部表示，若攻击性的狗仔送入收容所，会有评估机制。各县市政府会组成专业的判定小组，看这只狗是不是具有那个行为矫正或是认领养的可能。根据动保法，若动物对于公共安全有随危险，严重影响公共安全，会当抬。敢是领导处理危险的狗仔，甲机关加特数指出，会组成评核小组决定。也毋过，捌收容过攻击性的狗仔、驾驶怪走位狗仔，好甲在经费支持，互伊免治安乐死。另外就是挑出来让它就是住套房，可能针对那只狗要比较特别的一个照护，我们才会让它送养，要不然其实都会一直关在我们收容所那边，让我们同仁自己去照顾就好。吴秀仪认为，比特犬天性固执，一旦防触发攻击性，即会加条袂放，就算要送养也爱审慎评估。如果真的经过一段时间，训练也好，或是这个教导也好，如果真的没有改善的迹象，我是觉得再放给一般人民认养的话，我觉得很危险。动保团体认为，通捕狗攻击的问题一直拢是出伫饲主的身上。会攻击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动物的错，而是人造成。而目前手上还持有的这些饲主，我们认为他们都应该要去上动物行为的课程，他们要非常清楚知道说他们要怎么样能够去管理这只动物。动保团体认为，通捕若攻击人，是无方适当理解行为，甲好好的教导服从甲稳定。认为只要善尽饲主责任，就无安乐死的问题。有攻击性的狗仔，拢无安乐死，也真歹防认养，可能一生拢关伫收容所，成本由社会支付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